今年9月，台中有公车撞死大学生，市府宣布无限期大执法。不过，根据统计，公车车祸数量和死伤的人数，拢比去年同期搁较济。今仔日甚至搁有公车撞红灯，差一点就撞到乌多摆。都有民众批评这大执法根本就无效。一台机车经过台中市西区英才路甲常常北路口，不过一台台中客运公车直接抢红灯开前景开过，市顶一行的机车差点就公车弄到。事发了后，这骑车的查某人赶紧回头看，敢若行一个，整个过程拢有后车给翕落来。因为我们的车速并不快，我跟那个婆婆的车速都40以下而已。那台公车大概有60到70吧，就咻一下就过去了。我跟那个婆婆，她如果再慢一点，或是我快一点，不是她就是我，就是被那台公车撞了。台中市公车9月2日发生弄死女大学生事件，事后市府宣布大执法。不过进前南屯有通联客运，市区的公车抢红灯，当场互警察抓来。代志过3个月，公车交通违规事件依然常常发生，警方讲会开发，业者也承认司机违规，会记大过扣奖金来处罚。显示影像违规行为，已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3条第1项规定，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之交叉路口闯红灯，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款。这个驾驶会给他记大过处分，那也会减发奖金。那同时，我们也会把他召回来做一个沟通教育。台中市交通大队统计，今年1月到11月公车交通事故总共583件，造成死伤238人，比去年同期增加8件16人。市府讲公车大执法是无限期的，政府也是安排稽查，不过民众却是无什么感觉。执法好像没有那么积极。就是知道他们有在关心，但是好像没有很积极，就是在注意这一块这样。台中市交通局强调，已经要求各公车业者先尽管理的责任，相关违规的事项依照契约的规定来扣减1000到5000块违约金。警方也到客运公司来宣导交通安全的观念，不过成效真有限，也有民众无啥相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